記得關注香港周融 Robert Chow 嘅今日頭條，支持我哋香港嘅原創視頻啦！歡迎大家嚟到周融 blog 聲音巡遊。嗱，我哋今日講咩呢？帆布床。最近呢，就同我屋企人啦，同埋我姊妹呢，一行4人呢，就去咗大陸，出遊成都。最諗唔到嘅嘢係乜嘢嘢呢？就係喺最旺盛、最繁華嘅街頭呢，遇到一樣嘢呢，係香港非常平民化，但係已經久而不見嘅嘢啦。就係咩嘢呢？帆布床。嗱，後生啲嘅人呢，可能都唔係好知道帆布床係咩嘢嚟嘅啦。其實呢，就流動床。而家今時今日呢，好多人喺搬屋嘅時候呢，最緊要呢就係買張梳化床。到時呢，梳化就可以變床。有朋友嚟到或者有親人嚟到呢，都可以開出嚟瞓嘅。以前呢，就真係冇梳化床呢件事，因為大家呢可能都係住間房嘅啫。點可能有梳化在呢？所以呢，就大家屋企裏邊呢，好多人呢都係有帆布床呢件事。帆布床有咩好處呢？朝行晚拆，唔阻地方。一間細細嘅房裏邊呢，就算喺公共地方嘅通道呢，總之打橫你有3尺到嘅地方呢，佢就可以成為夜宿之所咯。喺香港50年代嘅平民屋企呢，你知啦，當時大部分人如果係2公婆加個細路呢，好多時呢就碌架床搞掂啦。但係一家人有時去到就4、5個甚至5、6個呢，其中呢，除咗碌架床之外呢，就有時大咗啲嘅仔仔女女呢，就你要買翻張帆布床俾佢瞓嘅。我相信好多早年出生亦都窮過嘅朋友呢，就算未瞓過帆布床呢，都好多時會見過，尤其是喺廉租屋嘅走廊度。熱天嘅時候，60年代、60、70年代嘅時候呢，就當然冷氣就唔係好多人有嘅。你更加喺廉租屋嗰度呢，屋企裏邊有個風扇呢，但係風扇搖來搖去就未必吹得到個個。好多人尤其是盛夏之日呢，就多數呢就搬張帆布床出到去出邊走廊度呢，行床瞓嘅。出邊當然啦，點都係風涼水冷啲嘅。今日啲人呢話劏房難住啊，其實乜啊咁。其實大家諗一諗啦，而家有劏房嘅大部分都有冷氣設備，地方細唔細？點細得過當年嘅板間房同廉租屋啊？加上人口密度比例啊，1家4、5口呢就常態。當然比起上嚟呢，人均居住嘅面積呢，係當年肯定比而家更差嘅。我自己呢，16、17歲嘅時候呢，亦都瞓過年幾2年嘅帆布床。當年我父親呢就久病去世，家道中落。我媽媽呢同我哋4兄弟姊妹呢就搬咗去呢一間房度。每晚夜晚呢，我呢就要搬下帆布床，扛起帆布床先有得瞓嘅。當年做記者啦，夜晚去木屋區也好，去廉租屋又好呢，木屋嘅前面或者廉租屋嘅走廊，一張接一張啊，都係帆布床。不過冚唪唥男人瞓啦，係嘛？女仔就唔係幾好啦，因為都驚唔知會有啲咩事發生噶嘛嚇。都可以算係奇景之一。不過當年嘅環境呢係比較上差嘅。大家都見怪不怪啦。熱天嘅帆布床呢有幾樣好處嘅。第一呢，佢特別涼爽。面頭呢就大家有微風吹嚟呢，底下呢個帆布呢都有風度嘅。所以呢就特別舒服嘅，容易瞓得着。冬天呢就另外一件事啦。你瞓帆布床呢，你一定要鋪張毛氈喺底，最少呢都擺幾條毛巾。如果唔係呢，上暖下寒，你冚棉被呢都頂唔住嘅，上邊就暖，下邊就凍，長夜非常難眠。
咁啊，今時今日啲梳化床當然就唔同晒啦嚇，即係好腍嘅。到今時今日，大家屋企有嘅呢就係梳化床，有朋友要留宿呢就可以瞓，亦都瞓得好。咁啊，我都冇乜聽到人哋屋企有帆布床啦。好似呢幾廿年呢，都冇乜見人有帆布床賣嘅。咁啊，諗都諗唔到喺成都呢就撞到一張帆布床。喺邊度見到佢呢？原來呢就喺太古里。嗱，太古里係一個非常繁榮嘅鬧市嘅大摩嚟嘅。咁啊，到處呢都係咖啡店啦。咁啊，十有三四呢都係戶外呢，就有啲位擺晒喺度俾人坐嘅。咁呢啲 Al Fresco 啊嚇，因為有間呢就叫做 Al Bakery 嘅咖啡店嗰度呢，出邊擺嘅呢冚唪唥係帆布燈，唔出奇。帆布燈就好容易嘅啫，但呢竟然有張帆布床嘅，萬燈叢中就一張床。咁啊，反而有幾個人呢，即係你知啦，冇得挨噶嘛。但係好多人呢，大家呢都係爭坐嗰張帆布床喎。唔知點解，可能大家覺得特別過癮呢。帆布燈咁啊，大家各自一張，但係帆布床呢就可以3個人呢打橫坐嘅。唔知呢張帆布床呢，亦都好奇怪地呢，成為打卡位啦。咁啊，當然我係有影咗張相，不過就唔係自己坐喺度，因為呢，你要霸到嗰張帆布床嚟坐嚟飲杯咖啡呢，我相信都不容易。咁不過呢，就自己勾起好多回憶。有冇坐低飲杯咖啡啊？冇啦，等唔到咁耐啦。咁不過呢，都影咗張相，咁啊希望如果都俾大家睇一睇。原來咧帆布床咧以前用嚟瞓嘅，今時今日咧就竟然喺成都咧係變咗一個大家喜愛嘅打卡位坐嘅地方。喜歡我哋視頻嘅朋友記得點讚、關注、評論，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最大嘅動力。